歡迎大家嚟到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。今次嘅引導冥想嘅主題係放下不需要你嘅責任，特別適合一啲長期照顧人、服務人嘅人。而家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或者瞓低，慢慢合上雙眼。呢大約10分鐘，你唔需要照顧任何人，唔需要回覆訊息，唔需要去解決問題，你只需要為自己存在。慢慢將注意力輕輕帶到你嘅呼吸，吸氣，感覺空氣慢慢進入身體；呼氣，感覺膊頭微微放鬆。再一次吸氣，再一次呼氣。慢慢呼吸。如果你平時習慣撐住、習慣忍住、習慣頂住，而家你唔需要啦。呼氣嘅時候，可以輕輕喺心入面講一句：我可以休息一下啦。慢慢呼吸。而家想像自己企喺一個寬闊嘅空地，你背脊上面孭住一個袋，呢個袋入面裝住長期以嚟承擔嘅責任，好似人哋嘅情緒、家庭嘅和睦、工作嘅穩定、其他人嘅期待，甚至乎係其他人嘅人生選擇，你未必察覺，但係你已經孭咗好耐啦。慢慢感受一下呢個袋有幾重。你唔需要批評自己，只需要誠實去感受一下呢個袋究竟係有幾重啊！我而家邀請你慢慢將袋入面嘅嘢一樣一樣咁樣拎出嚟，慢慢拎，逐樣逐樣拎。我哋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呢啲係咪真係屬於我㗎？人哋嘅情緒係咪你必須要負責？人哋嘅選擇係咪你可以控制㗎？人哋嘅唔快樂係咪一定同你有關㗎？有啲責任其實從嚟都唔屬於你嘅，只係因為你太善良，所以先接受咗咋。
當你發現有啲唔屬於你嘅重量，想像將佢輕輕放低喺地下，唔係抌咗佢，唔係逃避，只係想還返應該承擔嘅人。你可以喺心入面講，呢個唔係我嘅責任嚟㗎，我尊重你哋嘅人生，但唔代表我要代你哋去承擔。慢慢呢個袋開始變輕啦，我亦都感受到你嘅善良。個袋開始變輕，你嘅膊頭都開始放鬆，背脊變得輕盈，呼吸亦都深一啲。你仍然係嗰個有愛、有責任感、非常善良嘅人，但係愛唔等於無止境嘅承擔啊！你可以關心，但唔需要控制；你可以陪伴，但唔需要犧牲自己。感受一下，當重量減少，你嘅內心有冇多咗一啲空間啊？而家將雙手放喺你嘅心口，或者放喺你嘅腹部，再對自己講：我已經做得夠好啦，我允許自己放下。我值得被照顧。慢慢呼氣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吸。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，感受一下你坐緊或者瞓緊嘅地方，輕輕喐下你嘅手指，輕輕喐下你嘅腳趾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打開眼睛，同自己講一句：你已經做得好好啦！多謝大家再次嚟到 Hindora Livi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下次嘅引導冥想再見啦！如果鍾意我哋 channel 嘅，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Thank you，see you next time。